性别平等教育法修正草案，今仔明仔载2天会伫立法院的教育文化委员会审查。草案要禁止校长也是教职员的师生恋。部长潘文忠是强调讲，未成年全面禁止，成年会看敢有权势关系。也毋过有国民党的立委是认为讲，关了上过头了，为违反宪法的疑虑。 性别平等教育法修正草案要禁止成年学生甲老师谈恋爱，这个规定敢算是关上济咧？国民党立委郑丽文就问教育部长潘文忠，若准两个人互相意爱，国家使用公权力干涉私人的生活，恐惊有违反宪法的记录。这个法律考虑的是性别的平等，是身体的自主权，而不是你刚刚讲的已经超越了这个范畴了。敢讲自由恋爱嘛会犯法？ 郑丽文认为，性骚扰甲性侵害的定义拢真清楚，无需要伫性平法搁去禁止师生谈恋爱。那潘文忠是驳回讲，毋是要禁止人自由恋爱，是要阻挡利用权势违反教育专业伦理的关系。因为目前调查的大专院校性平案件都有26件。老师跟学生自由恋爱是一回事，可是他借由职务产生了。 对于其他同学有任何不公平的影响，这个也我们要重视啊。这个不是只有罗曼蒂克的问题啦。为1806年到1811年为止，学校性平通报案逐年拢咧增加，性骚扰为5100多件，遥悬到要12000件。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表示，目前的性平制度无优先，大部分的受害者亚康拢是黄名叶生，想要查清楚是真困难。他有求学的压力，或者是在这么多人关切的当下，他晋升了。特别对吹哨者保障有提出，而且对受害者的保护有更多元，还有支持。教育部表示，这届修法要甲本地防护机制保护更较集中。以学生去见习来讲，对评估甲相关的指导人员列入规范。不过详细流程阁有续落的调查，会照这2天委员会阁有调研立委的结论来规划。记者林巧慧、沈志明台北报道。